大家好，我係 Alan。今集會講下點解稅局會揀中你嚟查。除咗上集所講8種情況，以下幾種情況亦會 trigger 到稅局查你。一、隨機抽查，就算份數好完美，都可能會被抽中，因為 too good to be true，有時太完美都可能有問題。二、僱主申報嘅薪酬資料 56B form 同員工自己申報嘅個人報稅表有出入，兩者一定有一個錯，所以一定會查。建議僱主報完 56B 俾返副本員工，最好叫佢簽收。三、有人舉報你，舉報者係匿名處理，身邊人嘅舉報往往係稅局獲取情報嘅主要來源之一。舉報你嘅人可能係前員工、商業競爭對手、分咗手或者離婚嘅另一半。建議重要嘅資料數據唔好交俾員工，最好外判俾會計師做，因為會計師有保密守則，除非法律要求，否則唔會披露你嘅資料。而且外判嘅成本比你請一個主職會計平好多。第四種情況係政府部門轉介或交換資訊，例如海關、土地註冊處等等。例如當你買樓或租樓需要打厘印嘅時候，如果對比以往申報嘅收入有落差，就會觸發調查。第五，稅局查其他公司嘅時候攞到你嘅資料，從而發現你可能有問題。下一集我會介紹一個慳錢而且有效嘅保存單據方法。如果你成日唔見單據，就千祈唔好錯過。多謝支持，下集見。